啥物？有时对阮真热情，有时对阮冷冰冰，叫阮要怎样长情？若是无心，有应该将阮来藏伫。你敢知有恁的心，为情为爱，啥物拢牺牲？阮对你心遐尼深，情遐尼深，你若通无也无紧。爱情是千香的花，都用心栽培，才有永远的美丽。阮虽然对你痴迷，爱你无假，也不愿予你欺骗。你若是不愿认真，甲阮做伙，阮只好去爱别个。啥物？有时对阮真热情，有时对阮冷冰冰，叫阮要怎样长情？若是无心，不应该将阮来藏伫。你敢知有恁的心，为情为爱，啥物拢牺牲？阮对你心遐尼深，情遐尼深，你若通无也无紧。爱情是千香的花，都用心栽培，才有永远的美丽。阮虽然对你痴迷，爱你无假，也不愿予你欺骗。你若是不愿认真，甲阮做伙，阮只好去爱别个。岁月年白的头毛，青春像一阵风，目睭微微等一个步，乌阴天就要落雨。想起在迄年冬天，我的人生才有你。如今你困袂醒，行袂起，予我假设我真惊失去你，我无法独自一人面对你，你的来去，你的目睭笑眯眯。因为我伫你的身边，
我年白的头毛，青春像一阵风，目睭微微等一个梦，乌阴天就要落雨，心起点天动天，我的人生才有你。如今你困袂醒，行袂去，予我假设我真惊失去你，我无法度一人面对面对你，你的来去，你的目睭笑眯眯。因为我伫你的身边，因为我伫你的身边。行吼，欢迎你吼，咱搁小等者哈，小等者啊。My son is Braxton, and he was diagnosed with. 听一下音乐。你笑微微，叫阮放心去。我知影你不甘阮离开，你讲全世界阮上可爱上水，点点讲白贼的人不甘阮，请你着爱照顾你家己。我知影你不甘阮离开，你讲人生无愿望，哪有滋味？半好半歹，拢是滋味。今仔日你牵阮的手，你听阮的心，我拢知影。阮不是别人的，免烦恼伤心话。我永远是你的，是你的宝贝。明仔载，我牵你的手，我听你的心，予你知影。阮不是别人的，免感觉会歹势。就正当我唱。请你离开，未来伫倒位？我不愿你看见阮的美。你讲人拢会分开，早晚的代志，点点流目屎的阮不甘伊。我有看到嘛吼。念你的歌是阮的身边，我上爱你唱歌的声音。你讲人生爱欢喜，才有滋味，是好是歹，拢是家己。今仔日你牵阮的手。
这台湾即个嫁娶吼，其实嘛是一个特色啦吼。当然这毋是好诶特色吼，就是讲，这反映讲查某人伫台湾诶地位，其实应该讲伫台湾查某人诶地位其实是诚低啦吼。就是讲迄种查某囡仔嫁出去，泼出去诶水吼，别人诶啊，所以你看迄。我伫个，譬如讲伫西方，抑是讲甚至是日本吼，我看人嫁娶诶时阵，查某囡仔做新娘，逐个拢嘛心情拢足欢喜诶。当然日本人会较避暑啦吼。哭甲像台湾安尼吼，迄是迄是其实是足奇怪诶代志啦吼。我感觉毋是好事啦吼。OK， 这令你有机会再来讲吼。我相信伫咧教育局，因为我较早咧读我袂记是读教育史还是咧读出史线吼。就是我着含我斗阵读诶吼，我着定来甲分享，就讲伫即遮拢看会出讲伫咧台湾吼，迄个查某囡仔迄个地位是足低吼。当然咱伫遮嘛看会着，比如讲啥，就是新妇啊，即种习惯吼，就是足歹即种。迄就是因为查某囡仔嫁出别人个嘛。我既然以后嫁出别人个，我即嘛细汉着送互你，就直接送去互伊饲就好啊吼。即就是新妇啊，就是安尼来吼。好，咱今仔日要来看教会公报第5期吼，第4页啦吼。我小可袂记迄张要读到倒位啊，我拄则有小可找者吼，应该是差不多即位啦吼。我对遮开始搁甲复习者吼。有一项大主动就是神主吼。歹势吼，啉遮水。大家老早。大家老早，袂记甲大家请安。搁唱歌吼，好，Eric 搞早，安明兄搞早，另外即位我是毋知，我看嘛要安怎称呼？Le Papilo， 吼，这是法语的款。你好吼，欢迎你。即位炫是对嘛吼？宣父，欢迎你。我刚刚拄则有看到语文。小胜。无你会较。可能你上班的款。好。伫上班。好，咱经济的时间吼是台湾上班时间啦，所以毋是讲大家拢方便吼。像3年伊讲伊要走去便所听，所以我伫便所。OK， 当然，咱相看吼，伫 YouTube 有迄个 video 通看啦，咱方便。当然我知影有人是，大家是无讲介方便啦，上班是无讲介方便吼。若讲我伫 YouTube 若有迄 working 的，就是迄过路客吼，加减收一寡吼。其实我嘛有搭迄个 link 伫咧 Twitter 吼，若过路客你嘛欢迎。当然伊袂对即个 Clubhouse 入来啦吼，我搭迄个 YouTube link， 但是敢若将来毋办的款啦，无注意到吼。好，咱第5期即嘛佫开始对遮开始读起吼。第5期的第4页有一项大主动，就是神主吼。即个道理着起明白，顶下无知即个起是啥物意思吼？即个道理着起明白，应该起应该等下就知者吼。通就是讲，即个道理应该是爱讲互明白的意思啦吼。通甲人辩驳到真吼，讲互清楚，讲互明白，讲互大家拢学起来吼，有法度向人辩驳啦吼。即基督教即个歹习惯，就要向人辩的吼。即歹习惯毋是即马才有吼，大约耶稣时代就有啊，就爱向犹太人辩吼。毋是要互因祭司尔定吼，要紧是互因知叫安尼较对吼，知影讲安尼才是对，就是无拜神主才是对吼。台语讲祭吼，这是南部腔啦吼。
阮北部腔泉州腔是糋吼。阮讲的糋当然含荠菜糋迄个糋吼，荠菜糋就是油炸吼，油炸物吼，共一个音啦吼啊。但是你若伫漳州腔，可能都无讲糋，就是糋。我咱常看讲糋，可能无讲济啊，看吼。但是我是讲荠菜糋，都无讲济，应该嘛是佫讲糋啊。但是伫伊即只北部的即个，就是讲济吼。南部腔啊，北部腔是讲糋吼。好，要互因要互大家甲道理讲个明白，毋是干那要互大家见别人就好吼。要紧是互因知影讲安尼做是毋对吼。好，咱来看一下起道理即个起字吼。我查一下，先对大理图书店开始看起好了。看有即个起有即个讲明道理的意思伫内底无吼？起即字吼，共音的敢若另外一个字句叫做起来，迄个起吼，嘛是读做起吼，起来。伫遮先着讲者吼，你若看白话字的字，或者是你查即个白话字，查大字典、查简字典，查久了后，你着发现吼，毋免讲偌久咧，其实你会发现讲，伫台语内底吼，共音字其实足少诶吼。简字典是内底足侪，但是问题是迄用着，实际上你伫平常时讲话用着字足少诶吼。我意思讲，迄共音诶字足少诶，台语内底共音字足少诶。共音字我就是讲含，包括即个声调拢一模一样吼，就是譬如讲起，就是共即个起 ，KHI 第二声吼。另外即个22个，啊，另外一个是424嘛，起来迄个起，其实咱就含咧用着即个迄个字，所以你若听到起，就是敢若即个早起即个起尔吼，起床即个起尔。啊，因为台语内底共音字足少诶，所以呢，为虾米白话字伫咧台语来使用吼，其实基本上无啥物困难，就是讲你要辨识一个字吼，你敢若听着音，大约你就知影讲伊是汉字的倒一字，因为共音字足少的嘛吼。伊含即种情形吼，伫咧日文、韩文或者是支那文吼，其实因就无即个。无即个优点嘛吼，因这对因来讲是一个欠点吼，因共音字太侪吼，日语免讲吼，日语侪到什么程度？侪到迄网架叫做啥？我叫做袂记蜡笔小新有无吼？定定拢用共音字来做因的迄个公生笑的即个点安尼吼。啊，因为因共音字太侪嘛，所以囡仔有时仔就会分毋对去嘛吼。啊，韩国字其实韩文其实嘛有即个问题，韩国语啦吼，相款有即个问题。啊，迄个搁啥？华语就免讲啊吼，恁大家知，伊嘛是足侪共音字吼。啊，所以有人认为讲啊，白话字有即个问题，其实是无啦。有人讲台语的即有问题，其实台语无即个问题，台语用白话字其实是。即个问题其实完全毋免考虑，你凊彩写一下，我读遮侪书啊，你嘛知我一看，要叫我读毋对的足少啦。我有时会看毋对，就是比如讲，还是讲伊太薄，还是讲2个 H， 我看做一个 H 即种的吼，可能有啦吼，啊，或者是我有时甲 H 绕高去，还是吼我捌安尼读毋对去。但是共音字我读做另外一音的，其实足少的。除非我有时会甲迄个声调看毋对，我声调看毋对，我著发音就毋对去，我著会当做是另外一个事，或者是我根本就看无吼。一般咧，我若读毋对，我著会家己会看无啦。你若读对，拢是拢看有啦吼。吼，即个爱互大家知一下吼。我拄着太侪人甲你足侪阻挡，我意思就是讲你宣传即个读白话字的好处是甲你主动啊，这歹遐歹，其实伊家己根本就读都毋捌读过，干那甲你讲一寡歹处尔吼。好，咱转来遮继续读啦吼。讲即个起吼，起有伫个大字典有10个归数吼，10个吼，咱一个一个看啦吼。即个表示即个字太常用着吼。你若看伫个字典吼，迄个拍2个星吼，或者是讲。
迄个鬼水吼占规页迄种吼，你去查英文就好，你去查，比如讲 get 吼 get 吼，即个动词，你就看规页吼。为虾米太接用到的吼 ？make get 吼，即种字伫咧英语内底太接用的，所以你若甲迄个字学起来吼，等于即个语言伊已经学足侪学足侪物件起来吼。啊，所以为虾米讲我？即种足简单字，啊，我看了讲哇，鬼水遮济，我着专工要希望讲大家斗阵来看者吼，自头到尾拢来看。你安尼得咱学足济啊吼。好，起第一个是线，当然咱毋捌看过即个线吼。第二个是起身吼，上身吼，撑起来吼。譬如讲，咱来看例句，伊讲起来，即只是来爱读轻声啦吼，起来拢。爬起来嘛 ，up 吼 ，get up 吼，就是讲起来吼。起价吼，就是穿悬起来嘛。起价最近能够起价吼，大家知。起热吼，就是天气变热。起虚好，起虚火啦吼。起虚火吼，看你对腔口吼。起水起山，我毋知影啥物叫做起哦。起水起山，这应该是起山吼。起水起山是船。靠港诶落雨，叫做起山起水吼。这只先怎学一下吼。伫台语内底吼，伊讲台语较早对上船落船其实无即种讲法吼。上船落船即种是华语来吼，上船下船即种观念。台语内底是安怎讲咧？台语较因为船就是较早，比如讲迄网架吼，细只船啊。所以呢，船是伫下底吼，船是你徛迄个地势是较低，因为伫水诶嘛吼，所以呢是你若对船起来是叫做上山，应该是上山，我煞袂记是。譬如讲即马底就是吼，起山就是上岸吼，啊，不是上船吼，是落船，就是行落去船诶吼。所以这方向无啥共吼，台语的表达方式甲华语其实无共啊。但咱即马是偌侪人咧做船啊吼，就少啦。所以这个词你知影就好啦吼，不要讲不要紧啦吼。啊，尤其是即马船遮大只吼，你去看 cruise 是遮大只，所以你讲落船啊，大家怪怪吼，遮就是上船啊吼。所以迄袂要紧啦吼，就是互你知影者，就是譬如讲你伫咧较古早的即种。白话日文的，你若看到人讲，起山吼，你着爱知影讲这毋是爬去山顶啦吼，这是上岸的意思啦吼，因为山就是岸的意思吼。起毛公我着毋知讲叫做起翻天乱坠吼，起毛公吼。第三个过水是建筑起造吼，譬如讲伊的例句是起厝起庙吼，这大家拢知吼，所以起厝起庙吼，起伫毋是干那 up 尔，有迄个 build up， 有迄个 set up 的意思吼，起伫，所以拄则讲迄个起道理吼，咱可能原来有即个意思，我看后壁可能无吼，袂要紧，至少你伫遐会当学着讲，build up 或者是 build 吼，就是有起会当安尼用吼，起厝起庙吼，毋是盖，毋是盖厝盖庙吼，砍厝砍庙无迄是华语的用法吼，台语的用法是起吼，毋是盖吼，盖房子迄个盖啦吼，毋是你盖吼，迄是华语的动词啦吼。第四个是开始起源起头吼，开始，譬如讲起工吼，啊倒一日起，就是对倒一日开始嘛吼，对倒一日开始，啊起工就是开始做。就是开工啦吼，起工，或者是若讲照起工有无吼？第五个是过说是开除吼，或者是偷放吼。譬如讲，伊的例句是起油、起电、起风。起风是起风，就若敢若开箱有无？开箱文迄个意思吼，应该是啦。我看里面的意思是安尼，但是我毋捌安尼用过，我嘛毋捌看人用啦。起风、起油、起电。第五个
癸水的例句吼，我较生分啦吼，我拢捌听人安尼讲嘅吼，起油起电吼，意思是开除。等下我看一下原册日本的癸水吼，我感觉伊写了含例句，我完全无法度斗袂起来吼。起字伫倒位？起字第5个癸水伫遮吼，开火。起油、起电，开除，所以起电就是讲，即个甲白田的即个人，我无爱白田，我爱做安尼，是安尼吗？歹势我毋知吼，若知影人则甲咱过说一下吼。好，咱等下读汉字版吼。第6个意思是发生吼，譬如讲起雷吼，起雷就是弹雷的意思啦吼，起雷。第7个是事件吼，一起，一起官司，一起人命吼。事件啦，就是一件事吼，一起就对啦吼。一起官司，一起人命，我毋捌听人咧讲诶吼。一起官司，一起人命，一起吼。第8个是有精神奋发吼，啉较气咧，啉较气咧，价钱出较气咧吼。我嘛毋捌听人安尼讲，啉较气咧。价钱出较起咧吼。第9个是靠势力后台，靠势力后台起势头吼。等下吼，这看一下原文吼，无，因为我惊我念唔对去吼，汉字我念唔对。起雷，一起。第8。啉较起咧，价钱较出较起咧，后一页，起势头，我不知看迄个是毋是我读毋对，就是起势头吼，我惊伊是起势头吼，毋是，伊是起势，咱去汉有2个音嘛吼，起势头吼，讲就是靠势力后，靠势就对啦，起势头，但是我嘛毋捌听人安尼讲。哦，第10个咧，过说是人会种类吼，迄起的人吼，迄起的，即迄起的人，我捌听人安尼讲咧吼，讲迄起，但是我迄当阵想讲，即安尼讲敢若无啥尊重吼，迄起的人吼，而且我一直当做即个气是迄个喙齿迄个气啦吼，对，伊若无收喙齿的气啊，对吼，喙齿的气是共音呢。为什么伊无收喙齿的气？我用汉字查一下吼。讲迄气的，我捌听人安尼讲啦，讲力解吼，讲或者是日本讲的迄啥物？日语嘛有一个真含即个表达方式足像诶，讲迄气吼，气对啊，伊无收顾一个气啦吼，但是你若气诶词是有收啦吼，顾一个气无收。好 ，OK，好，咱佫转来讲着即只吼，拄则讲即个气字，讲。道理着起较明白，是倒位啊？安尼较对哦。即个道理着起明白吼。所以咱拄则安尼看吼，我毋知你有感觉着吼。道理着讲即个道理着爱起互明白吼。
起互明白，道理就要起明白吼。KHI 走去，所以我个点拍吼。起互明白吼，因为有迄个 build 有迄个 set up 迄个意思嘛吼，所以伫遮是无，我是认为无啥物倒一个是规说着拄则讲道理要起互明白迄个起吼，但是我认为应该就是这意思啦，就是你甲道理爱拆分明啦吼，规说互清楚啦吼。好，好，咱继续讨论吼。要紧是互因知讲，叫安尼讲是，着爱安尼才较对啦吼，就是爱学因免无拜神主才对啦吼。咱继续讨论，因为因得讲道理拢是好，不过无目子，是趁外国的款吼，即咱有读过啦吼。不也是要紧吼。官府得败，人看咱各样就辩驳吼。官府咧败，结果咱无咧败吼，所以人就含咱辩吼。毋知有啥物法度通传到官府吼？检测因有诶爱趁吼，毋知要安怎有法度甲这道理传到官府啦吼。检测因有诶爱趁。因可能有个人原来想要来信耶稣就对啦，不过是侪人阻挡，但是因为有侪人咧阻挡吼。兄弟讲毋通插代志是对，犹佫着，因为头前有兄弟讲毋通插世事嘛，毋通插世间人诶迄个世俗事嘛吼，犹佫着看事吼。抑佫着看代志啦，看啥物代志就对啦，毋是讲真正拢莫插吼。检测有兄弟因为无要拜佛，互人凌辱，要激着伊电话嘛读着吼，就是要甲因赶走，要甲因赶出去吼。咱着担保体贴伊，咱着爱体贴伊即种所面对的即种困难吼，去找伊吼，去找伊去。讲道理，毋免的确插伊吼，什么意思啊？毋免的确插伊，去找伊讲道理，毋免的确插伊吼。我着无理解啥物叫毋免的确插伊啊？我无理解为虾米伫遮讲莫插，头前意思毋是讲爱插，即只佫免插吼。好，佫一项吼，就是兄弟着好名声，互人讲道理是好，互人讲恁的道理是好啦吼，趁伊的人无蓝衫做吼，就是顺产。你做一个好模样，互看人啊想讲啊，有你照即个道理，你惊的人是袂蓝衫做代志吼，着光照伫人吼，就是甲你着爱做一个模样互看啦，甲即个光照出来互看吼。这是圣经内底有一段耶稣基督的教示啦，讲你意思就讲你着爱若敢若伫山顶的光还是啥，我袂记了。意思爱互逐个看会着就对吼。你爱做盐做光啦吼，因拢安尼讲吼。牧师讲，教会本是一体，逐所在是着相体贴。若咱听见别位的教会有啥物无好势的事，咱才会长老即事就着去家己看卖，毋知惊了毋知惊了会过分抑未吼？我若感觉我即段拢读过啊。巴牧师，歹势，巴牧师即看过啊吼，安尼即页根本就拢看过啊吼。五角即看过啊，歹势吼，搁后一页。第5页，我应该用这看吼，这有记页数，即较看会帮咱记页数吼。林子中，林子中敢有读过？
安息日的法度是上帝本身设，互咱通归荣光伊的尊名。等下吼。安息日的法度，因为人无来礼拜太讨的受假时，我来阁感觉安尼即页完全无读着咧。我看嘛，巴布书是讲啥？要紧着想教会是啥物吼？对，这有读过吼。恁拢是教会嘛吼？我较大一撮。五甲讲啥？讲要紧兄弟着和平仁爱，若无冤家，毋免议论着到怎兴旺这有应该有读过吼。是到死到就任13首的诗祈祷四线好，安尼咱即个五甲这咱搁甲读一遍吼，因为我无印象中咱有看到这个因祈祷四线吼，等于是即个第五期头前即个5页拢咧记录因灯会开大会诶所发表诶言论嘛吼，所以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吼5甲所讲诶，讲要紧兄弟着和平仁爱，若无冤家，毋免议论着到怎兴旺吼，到怎兴旺，就是要到外兴旺啦吼。到怎样兴旺吼，就是讲毋免议论讲着爱外兴旺吼。若爱多数任对，等我读到遮吼，若爱多数任你较敖出力也无路用吼。即个多数是啥物意思？若爱爱要有出足侪代志，安尼就对啦。任你较敖出力也无路用吼。若爱多数，我查者吼，这是啥物意思？多数嘛吼，变调。无即个数啊，所以应该是我所理解，多就是做嘛吼，数就代志嘛吼。若爱多数，任你较敖出力也无路用吼。教会起头伫兴起三听，拄着代志衰微吼。教会起头伫兴起吼，是三听吼，伊这应该是原来是，若是讲。即边来讲，这算倒装句嘛？我敢若毋是吼。伊教会起头伫兴起三听吼，就是教会起头因为三听来兴起，拄着代志衰微吼，是对兄弟对啦，顶回读到遮啦，是对兄弟协嫌积怨吼。接若冷淡吼，协嫌积怨，顶个拢讲过吼。协理吼，即个协理，你若学起来，你就知影协嫌啥物，为啥物叫做协嫌吼？协吼，第8声。吼有报的意思吼。即个过水安尼爆咁对吼，协冤、协分、协嫌吼。我一直想讲，伊是用手硬调迄种意思吼，因为伫台语内底吼，意下嘛叫做协，叫做规人空啦吼，规人空啦，有人讲规人空吼，意下吼叫做协A、协骨是。迄个肋骨吼，边仔骨吼，等下查者吼。所以我是安尼，
我较早是语感就是安尼哦，咸咸含即个咸迄种咸夹起来动作，若敢若有关系啊。毋过看起伊用啊无共汉字嘛吼，而且过水嘛无啥共，伊讲叫做爆，毋是迄种用手去夹起来迄种意思吼。我看一下日本的过水吼，咸翕伫遮吼，这是翕 A， 但是翕咸伫倒？翕咸伫遮吼。所以对啊，我OK， 所以我理解嘛，无讲毋对啊吼，因为日文版的鬼水吼，即个翕咸的即个翕字吼，伊毋是敢若伊达区吼，伊嘛有哈萨姆吼，哈萨姆小等下，我查一下哈萨姆即嘛日语的解说是啥物？日文哈萨姆。哈萨姆，遮吼，即个就是翕咸的翕是提手旁边啊一个夹心饼干迄个夹吼，叫做翕吼，翕咸翕啊，日语是读做哈萨吼，哈萨姆，伊是哈萨姆是意思是 OK， 哈萨姆是第一个是 to hold between， to grip，to hold between， 比如讲 between。One's fingers between chopsticks， 所以是翕字吼。啊，所以我认为讲用翕的去夹起来即种动作，我嘛认为这是一种翕啊吼。To grip, to put between, to sandwich between 吼，这拢是夹起来的意思啦吼。含无迄个提手边的迄个夹是共意思吼。To catch, to trap, to pinch 吼。好，这是。日语内底哈萨姆的意思吼，啊，所以毋是敢若抱一搭去啦吼，是原来有哈萨姆的意思，有迄个夹起来的意思吼。翕啊，所以翕丸、翕粉、翕咸吼，含你迄个翕的迄个翕的即个翕字，我感觉应该是有关系啦吼。这是我伊个人意见吼，你会当无同意，因为书典是用无共字吼。翕 A 吼，即个拄则讲翕骨吼，是即个鞭仔骨吼。啊，对，咱拄则讲我咱学一下鞭仔骨，鞭仔骨是我所知影的讲法啦吼。啊，咱查一下书典，有即种讲法吼。鞭仔骨，但是即个音毋知我拍了毋知有对无吼，我惊了毋知有噪音去无？鞭仔骨，鞭。为什么我字拍袂出来？好，鞭仔骨鞭仔骨，安尼可能会查无。好，我先安尼试看觅啊。无，安尼无呢，敢若有擦仔骨甲烟头仔骨，烟头仔骨着烟头仔送吼。哦，烟头仔骨一个足趣味吼，但是这吼，这粗俗话啦吼，知影就好啦吼。烟头仔骨水钱烂吼，就是迄个美男子的烂骨是。烟头仔骨水钱烂骨啦吼，讲是美男子的烂骨是水钱做的吼，这讲笑科啦，但是较低落的笑科吼，这毋通安尼讲吼。OK， 讲到哦，鞭仔骨吼，鞭仔骨吼，鞭仔骨安尼查袂着，我用汉字鬼水来查一下吼。在伫遮看，
我用华语的肋骨去查吼，伊有肋骨、腰椎骨、排骨这是低的啦吼。偏，脚趾偏，咱讲脚趾偏，脚趾偏有吼，即个偏哩。偏脊骨、偏髎骨、无髌仔骨，伊无收呢。偏髎骨，我看出台语有无吼？啊是恁若有安尼你讲的，你知影，互我知一下吼。因为有台语足侪名词吼，伊有迄个地域性足重的，就是地域性足悬，就是干那即个所在的人咧讲安尼尔吼。你若出来即个所在，可能大家拢毋捌听人讲安尼咧讲的吼。啊，所以变成讲，可能干那阮安尼讲嘛，有可能啦吼。所以你若原来是安尼讲，甲互我知一下吼，知影讲我无读走纸去，有啥是走音去吼。后来我有收着，才有看着吼。台华线顶书店才有收啦吼。即个台华线顶书店的来源我毋知吼，无理解吼。啊是教育部的书店嘛有收吼，收髌仔骨吼，所以应该是足普遍的讲法，因才会收啦吼。OK， 互你学一下即种讲法啦吼。为啥物讲到遮啦？我讲协嫌吼，所以协嫌我个人协嫌即个协字我就讲对遐去啊吼。较迄个规人空啦吼。协嫌积怨吼，遮拿冷淡吼，就是。教会若因为兄弟逐个协嫌积怨吼，愈来愈冷淡嘛吼，互世俗人哦厌倦吼，就是讨厌恁嘛，厌倦吼，看轻恁吼。兄弟若冤家长老，着请伊来甲因和好吼，互伊谅愿，互伊谅愿，谅愿什么意思？两边拢好，拢安怎，拢甘愿就对吼。我毋知影即个两愿啥意思，即个愿字，两愿 ，GOAN 第七声哈，两愿。两愿讲汉字就是良愿吼，愿就愿望迄个愿嘛吼，良愿就是双方拢满足吼，就是两方面拢 satisfied 吼，拢满意吼，叫做两愿吼。这要哪读啊？汉字写安尼，我看袂晓读呢。我毋知是两还是字还是两愿。两愿，我即摆咧看日文版吼。两愿，呢？无看到。两剑，哦，伫遮两愿，吼，两愿是，即只是二比两愿，吼，二比两愿是两边拢满意的意思。二比两愿，我毋捌听人讲吼，啊，但是两愿就是两边拢满足啦，吼。好，两愿啊，伊无例句嘛，所以咱就是以即个教会公报节来做例句吼，讲互伊两愿吼，就是冤家你会传翁仔某互伊和好啦吼，互因两个两愿安尼吼，两个拢满意吼，讲甲因两个两愿吼，着互因坐做伙吼，望身躯活，心也活吼，就着读圣册，亲像马太福音书5章22到26节，路加福音书12章吼58到90，
望上帝会感动伊的心，互伊家己嫌。为什么要嫌？互伊家己嫌。诗教就吟13首的诗祈祷四线，这是讲大会祈祷四线上帝会感动伊的心，互伊家己嫌。我毋知即个嫌是啥物意思。互伊家己嫌 ，HIAM 第五声，这就是你若有共音字，无共意思的共音字，就会出现即个问题嘛。你白话你读出来，结果毋知影意思，因为有共音字嘛。但是无共音字就是即个嫌尔无，就是迄个人讲气嫌迄个嫌嘛家己嫌有责备的意思啦家己嫌，家己责备，家己讨厌嫌有三个意思，第一就是讨厌，无介意譬如讲咸甜咸正无嫌甜咸正无嫌，无就无嫌咸正就对啦无讨厌拢会使啦第二是嫌东嫌西，这大家拢知就是抱怨嘛 ，complain 嫌东嫌西，所以 complain 就是嫌complain 即个词有时我硬去毋知台语要安怎讲，就是嫌嫌东嫌西客户甲你嫌还是讲你对啊，就是客户啦，一般就是你卖物件，还是讲你做生意的客户甲你嫌东嫌西，甲你嫌摕物件摕来甲你嫌，讲你歹去你佫摕来卖我安尼头家伫嫌就是头家原来会嫌嘛嫌艰苦嫌钱少，嫌少钱这拢是 complain 嘛所以就是 complain 就是嫌用高一字嫌字就会使第三是先生嫌学生无地通嫌先生嫌学生是责备啦无地通第三个意思是责备先生嫌学生无地通嫌，就是袂当搁，即嘛会使讲 complain 就是讲无地通嫌，就是已经足好无通搁甲责备无芳通嫌，无地通嫌，无芳通嫌，拢是相款意思就是无啥物通搁责备的无啥物通 complain 的OK， 即个嫌字我无可能讲袂晓，自细汉到大拢绝对是用定定咧用的字。结果我定定拄着英语 complain， 我要翻做台语的时候，我煞毋知要安怎翻就是即个嫌字所以希望以后恁袂出现我即个问题，读甲煞定，而且规个煞硬去，煞毋知要安怎翻译即个英语即个 complain 即个意思嫌互伊，所以伫遮呢，上帝希望讲上帝感动。会当感动伊的心，互伊家己嫌。即个嫌应该是意思是嫌迄个含兄弟无和好迄种代志吧。好，咱继续读咧10:20，10:20歹势，我今仔是讲啥物讲到遮欢喜，是唱歌唱伤久，时间念已经10:20啊。OK， 可能我拄则用足侪时间去查其他啦好，这是我的歹习惯啦，应该是我的好习惯啦我伫看字典的时阵我会直直查，直直找，直直相关的人甲扣，我来去做一个学起来好，拜四下晡3点钟，大会阁组织游园伫女学的学厅因讲有一个厅，学厅应该是就是大礼堂嘛即嘛华语安尼讲，咱看一下学厅有人安尼讲。第8声，厅 THIANN 伊是写厅无？对，是 THIANN， 伊是厅对。学厅，我无呢，无学厅。学厅是
迄个 embryo 修吼是，就是教室吼 school room 吼，但是佮加一个 arch， 所以我感觉毋是干若教室尔吼，因为你要开一个大会，无可能伫教室吼。即个教室的意思是较宽迄种大教室吼，比如讲，你若伫迄大专学校内底迄种有迄大教室吼，有迄个楼梯的安尼一层一层的迄种吼，即种的 school room 可能就是吼，但是embryo 是有加一个 arch 吼，这个 arch 是有伊是啥物意思啊？但是我查一下英文吼。arch 是，我所知是 an arch is a shape that resembles an upside down U 嘛吼，就是迄个拱廊迄种叫做 arch。所以 school room 是一个迄种 arch 才叫做学厅啊，不管有 arch 无 arch 啦，就是爱足大间的才有法度叫做厅啦吼。一般吼，你若讲伫咧一般面体徛家内底，你讲厅就是较大间的房间嘛吼，就是譬如讲客厅、神厅吼、神明厅、客厅，即种才叫做厅。你家己困的房间较矮的、较细间的，袂叫做厅啦吼。好，伫女学的学厅吼，因组织由原伫女学的学厅，甲牧师做会证。吟诗祈祷，读马可福音书第2章23到28节，约翰福音书20章19节，就讲，然后咱搁几分钟，咱搁读一下吼。咱下晡所要议论，真正是要紧，甲教会得到兴旺不止有干涉吼，干涉就是关系啦吼。干涉吼，干涉毋是干涉，但是我毋知当做毋是法律的干涉啦，但是干涉。就是我毋知影有迄个法律干涉的意思吼，伊另外汉字嘛是相款，就是法律的干涉吼，干涉，牵连在内吼。就是拄则讲迄个有关系无关系迄种关系嘛，伊嘛讲关系吼，参与操作吼，这是华文版的汉语版的解说啦吼，牵连在内参与操作关系吼，就是有牵连在内有参与操作的有关系，拢叫做干涉吼，无迄种法律的干涉的意思。法律内底干涉是 interfere 吼，是干扰嘛吼，但是无伫台语无嘛吼。咱来看日文版，所以你毋通看到台语的汉字吼，你就想讲哦是迄个华语的意思吼。有时仔是共款的汉字无共款的用法，即含日语相款啊。你有时仔日语，譬如讲日语的迄个汤，迄个是烧水的滚水的意思嘛，毋是真正你啉迄个 soup 吼。你真正 soup 会敢若叫做 soup 迄款啊。好。干涉，吼干涉，即个坎坷吼，坎坷，这是我含迄个语文学着吼，我毋知影讲伊安尼，较早毋是写一个坎坷，是苦啊坎吼，坎坷，卡里阿希，坎师傅。但是伊有即个看师傅的意思呢。我看一下日文的看师傅是毋是？我伫遮拍。歹势吼，伊个汉字无共吼，我还是乖乖拍汉字。乖乖拍日文汉字吼，看师傅，我切换一下吼，切一下日文输入法，
看师傅。竟然无看哇，连好，头一步啦吼。汉字即个看字应该用直接用华语即个看字。copy paste。save 毋知有无吼 ？save。哇，无。哇！啊，即个汉字搁因为迄个汉字含咱咧用的汉字无加一点嘛，所以我即马查袂着吼。我无法度确定讲伫第二点即个因即个日文的即个看师傅敢有其他有迄个华语看 interfere 迄个意思吼？看起来是无啦吼。你看 chat 下那个语文有。哦，安尼好，来。我看一下，毋是看师傅，会较看小才有吼。来，歹势，感谢语文甲咱讲吼。看小。看小。哦，有啊，出现啦吼。看小，真正感谢语文吼，无一个日文较正常诶，像我这个莫讲半桶水，我这个幼稚园无教，比幼稚园搁较歹吼。拄着这个热岛吼，看小是有 intervention 吼 ，meddling 的意思吼。所以是伊安尼解说，我变成讲嘛有华语迄种干涉的用法哈，但是伊遮例句嘛拢无吼，所以我无确定啦吼。但是伊解说内底有吼，有看小吼。有迄个 interfere 的意思嘛，我拄则看有吼。好，所以你要用嘛会使啦，因为即马大家受华语影响，你即个干涉你若讲，你若用来讲迄个 interfere， 大家嘛是听有啦吼，干涉吼。但是目前吼，咱伫遮学着，或者是我知影，拢是敢若即个牵连在内吼，迄个有关系即种用法吼。咱搁来转来看教育公布安怎用即个词吼？伊讲咱下晡所要议论，真正是要紧，甲教会得着兴旺，不只有干涉吼，不只有关系吼。你当会使直接用讲不只有关系啦吼，但是伊讲不只有干涉吼。当然，即只毋是 interfere 迄意思啊 ，interference。讲起即个受安歇即个事，吼，也是拄合伫咱即时的欠缺吼。我已经30分吼，我甲即页甲读互煞吼。属台湾的教会有侪人家己也袂会晓看。也袂晓看圣经吼，就是即当100公里吼，迄当阵佫足侪人可能白话字无学起来吼。遐个人爱要加添进步，的确着大对啥物？大对后一页，大对中安歇日的法度吼，安歇日就是安息日吼。伫个台语教会叫做安歇日吼，安歇日犹太人安歇日是拜六啦吼，含基督教会安歇日礼拜四所讲的礼拜四是无介共吼。好，咱今日读到遮啦吼，拄好读到一页，后回再搁继续读落吼，后回再继续读第5页。小甲大家宣布者吼，我昨了。我有含芭比，我临时试读啦吼，就是讲
我惊讲，敢若一直读教育广播，惊逐个讲感觉无趣味吼，或者是讲伤打去啦吼，是毋是会当读一寡较深色诶、较轻松诶物件吼？伊一方面嘛是教育广播内底物件拢加较严肃吼，所以我就想讲另外找一个其他看啥物物件材料来读吼，所以我昨昏有找一本是1917年一个日本人所编辑诶。台湾的歌谣甲明度，明度搁木语是日本话讲的小说迄类的木语就是啥物モノカタシ所以就是即个人编的迄本，就是叫做台湾的歌谣甲明度木语安尼1917年，我昨昏有试读一下你若伫咧即个。台语文记忆即个网站你去查歌谣就好，歌谣。歌谣，你着会当找着即本书伊这是伊的 PDF 版本嘛阮是安尼拍算啦，因为我昨试读感觉阁袂歹内底物件诚趣味会当学着一寡物件，而且若是敢若学着物件啦就是讲一方面我毋是讲毋若敢若学着台语啦一方面是你会当学着讲你若要写文章，你若要做创作不管是文字的创作，还是歌啦还是要创歌写歌词即类的你拢会当踮咧内底来学着学着讲会当安怎来用才有法度甲你的感情表达较足丰富的迄赞词表达较足侪安尼，还是讲迄个写景的时阵有法度写甲遮活跳安尼所以阮会决定讲，譬如讲今仔日读教育广播，后一回啦，无一定是明仔载，后一回上课，咱着读即本歌谣台湾歌谣。内底伊毋是干那有歌谣尔我拄则应该个目录，互大家小看者。目录好顶一页，我互大家看下目录伊敢若分做3篇的款3大篇啦，毋是敢若3篇的顶一页就是有伊即本书有3段第一段是台湾的歌谣，歌谣部分伊就有俗谣、有童谣所以囡仔歌啦较水，后一页第二部分第2篇是台湾的俗，这是读谈的款啦，俗谈俗谈莫摇随查一下甘字典甘字典。即里嘛有言字边高谈式是个高谈即里谈伊叫做俗谈谈就是若敢若物件 weight 谈实去迄个谈，但是奇怪即个因为我查汉字音共款就是迄个谈其实伊就是含谈论是共音啦，共一个字啦谈论看大拄现安稳谈论的谈，所以俗谈就是较早你讲论的代志啦意思是就是故事啦譬如讲台湾的俗谈内底一篇上介出名叫做白贼七伊遮有一个收集篇白贼七所以咱会当伫内底看到白贼七就是台湾的故事啦伊有白贼七，有林本源的简称，林本源是林家辉迄个林本源的款
啊，第八是另外一篇是祝英台梁山伯祝英台吼，即种。另外第三部分第三篇是台湾的小说吼，台湾小说内底我所知影的，伊有写迄个《红楼梦》啦吼，但是另外我有一本较有兴趣的是叫做《平山冷艳》吼，是素载之书吼，平山冷艳吼，是其实伊是四个人的姓的款，我记得是四个人，四个书生的姓吼。平山人，所以素载之书吼，即本书叫做素载之。啊，这是小说啦吼。过来是我看第四篇小说啊，有诗段物吼，就是有诗吼，有段有物。诗就是比如讲《三国志》啦吼，啊《东周列国志》啦吼。啊，对，阮本来有拍算要另外读一本叫做《东方的故事》吼，白话迄个相关是教会公报社，毋是教会公报社啦，敢若是新老主帮因出的吼，就是教会公报因出的啦吼，叫做《东方的故事》吼。我本来想要读迄本书啦，但是迄嘛是佫是教会出的吼，啊，我惊讲用词啥各方面拢佫足接近的，而且规个是拢中国故事吼，所以我着。想讲要读即种较台湾较接近的啊，但是内底嘛是有吼，相关即个书段物内底嘛是有收东周列国志吼，但是东方的故事其实着听讲是对即本书来啦吼。好，啊，另外是比如讲《西游记》《雷峰塔》《济公传》吼，即个支那小说吼，支那毋是我讲的，是顶头嘛着安尼写吼，支那小说吼。你伫咧读即个20世纪初的时阵吼，讲起着 China， 其实足侪拢是写支那啦，迄是伊后来因足敏感的讲恁甲歧视吼，啊其实恁就是支那，无要 China， 无要叫人安怎翻吼，啊所以迄当中叫做其实拢写支那啦，所以咱读的时阵绝对会读着叫做支那即个书吼，所以。无一定有歹意，但是我讲实在，我定定叫支那即个书是有歹意的吼。啊，但是咱咧读即个文献内底是无一定有歹意啦，是无大部分无歹意吼。好，第三部分足侪啦吼，我都无爱一个介绍吼，所以就是这三个部分吼。啊，阮场我已经甲各位接超过8分钟啊。啊，阮昨昏有试读吼，啊，我感觉是袂歹吼。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来听吼。啊，咱今仔读一条就好。阿君要转，阮要留吼。老君神魂用纸包，等君去后摕来讨吼。日日看君在阮兜吼，就是伊即种，而且伊是用卡那去漂音的吼。主要是伊是用汉字写，所以我相信足侪人是有法度读啦。所以你若无咧上班，你有法度上台啊，会当读的时阵，欢迎你来咱斗阵来读啦。因为有时啊，我嘛有看，我嘛无一定读得出来吼。但是你若真正看袂着，你若会晓卡那的人，你着边仔一看，你着可能知影讲这应该安怎读吼。所以应该大家拢有兴趣的，会使来读看觅啊吼。啊，咱无一定讲读偌济啦，读偌济算偌济吼。好。后回咱来读即本吼，顶回下昨迄个语文有甲咱头前即个日文的即个大话头的即部分吼，有甲咱翻译，我念互大家听吼，明仔载再念吼。毋是后一回啦，明仔载我无一定有时间吼。我再念即个部分互大家听，其实写得足水的吼。我再来念互大家听吼。就是对遮只开始即束腰的即个话头吼，写了实在有够水的。啊，你若有兴趣，你即摆当随看。啊，你家己会当去台湾记忆台语文记忆即个网站，家己去找吼，用歌谣即个词去找就找着。好，今仔日读到遮已经超过10分钟啊。啊，今仔日敢有啥物新朋友？我看一下，好。拢老朋友啦吼，就是讲你若无加入我即个房的吼，即个 house 啦，欢迎你加入即个 house， 安尼就直接通知你啦。我若开新的课先会通知你。
我甲即个 house 名改起啊，本来是台湾漫谈吼，改做 Formosanism， 这是我家己创作的一个字吼。我今仔日家己创作一个字 Formosanism。我有写，我有解说啦吼。这主要是三个重点，就是Formosa 民族主义，Formosa 史观，Formosa 即个文化主体吼。所以我即个 house 就是主要是以即个为即个核心来发展吼，不管是读书、讨论吼，甚至唱歌吼，拢在来吼。好，10分钟过，到遮有人要补充，有人要呛声，有人要讲话无？做你举手。Eric 多谢你，甲我迄个大武功，甲我起赞，多谢恁哦。好，安尼。芭比，咱是毋是到遮就好？好。好，感谢你吼。好，多谢大家。好，拜拜。